收听11月21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马太福音21章，天国有意见，以恩典代替咒诅。这里说的天国有意见，跟我们平常听到的意见不太一样哦。意见呢，指的是在一个群体中拥有与多数派意见相左的少数人想法。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说意见是什么呢？就好像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在那个时代，他声称地球是圆的。当然今天的我们都知道地球是圆的，然而在当时的科技跟环境只当作这是一个笑话，甚至是一个异教的思想。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都知道地球是圆的，今天不会有人再跟你讲地球是方的。也就是当人有那个意见，什么样的意见？就是合乎真理的意见。真理会是越来越清楚的，真理会是不被时代的变化所取代的。而耶稣他来到世上，就是要带下这样的意见。更重要的是，他自己成为了这个意见的核心，就是他以恩典代替咒诅。他要我们的生命是经历救恩的，而且不只是得救，还要得胜。然而在那个时代里面，真的就像今天RPG 祷告的经文马太福音21章42节说的，耶稣对他们说，圣经上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你水匠所丢弃的这块石头已成为最重要的基石，这是主的作为，在我们眼中是多么奇妙啊！但你相信吗？如果是你相信，它就是最重要的基石。然而当我们不愿拿这块石头成为那最重要的基石，在盖房子的时候，在盖这个拱门的时候，把它放在最重要的地方，它不过就是放在地上，在人看来没有什么作用，是人家随手拿的一块石头。耶稣好像一直在用一个很相对看来张力很大的比喻也好，或者是他的作为，他应该要骑战马，他应该要带领这一群犹太人推翻罗马帝国，成为真正人们心中的弥赛亚。然而因着他在天国的眼光中，那个意见让耶稣透过他的行动，让人来看见天国的视野，天国的规格，天国的价值观，天国的生活方式，天国的回应。于是我们今天看到了这段经文，耶稣他骑着驴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叫人找来驴，骑在驴上，不仅是要应验在旧约先知所说的话，这位和平的君要骑着驴温驯地走进城里，更是让人看见他所要带来的天国的价值，不是要带来战争，而是要带来和平。然而我们愿意相信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当耶稣他来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众人在那里喊何撒那何撒那，就是颂赞归于大卫之子。然而下一秒他进入到圣殿里面，推翻了在那外邦人愿回廊当中的这些买卖，因为因着这个方便，让许多不是犹太人的人，他们缺少了，他们失去了来到圣殿敬拜上帝的机会。因为那个地方，这些外院或者这些回廊是外邦人他们仅能到圣殿敬拜上帝的场所，然而却变成了一个买卖的地方。所以今天的经文才会说，圣经记载上帝说，我的圣殿要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却让它成为贼窝了。为什么说是贼窝？因为在那里不是在祷告，没有外邦人没有机会到圣殿祷告，因为那里都在做买卖，嘈杂的声音，动物的声音，动物的粪便，人来人往的声音，怎么祷告呢？
所以在那当中，这些既得利益者，这些制定规范的人可能就被得罪了。然而这群孩子却在这当中呼喊颂赞归于大卫之子。他们问耶稣说，你听见他们在喊什么？耶稣还回答他们说，圣经上有说，你使儿童和婴儿发出完美的颂赞，这句话你们有念过吗？在马太福音我们会看见有很多引用旧约先知的话语，因为马太福音强调要让人知道耶稣是这个君王，他要带下的国度，他所统治的国度是天国。而这群更知道这些旧约背景的犹太人，其实他们应该是最能够辨识出耶稣就是带来这位天国实现的君王。然而我们相信吗？不相信就会像这个无花果树一样。无花果树其实不是他被咒诅，而是早在他不愿意长出那含苞待放的苞子的时候，他就自己咒诅自己了。因为在这里耶稣经过的时候，他说只看到叶子，连那个要长的样子都没有。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我们不愿意相信的时候，10年后你还是不相信。可是当你愿意相信的时候，可能10年后你的信心因着那一点一滴的累积，已经成为一股很大的影响力，不仅是祝福自己的生命，更是透过你刚开始那一点点的信心，在路加福音说像芥菜种般的信心，却是要长出一棵大树，却是能够告诉即使是一座山，你跟他说起来投在海里，因着一点都不疑惑。就像今天的经文说到，只要有信心，你们在祷告中所求的一切都会得到。所求的一切是什么？是在天国的这个国度律法当中的这一切，在天国的这个规格里面所应许的一切，我们祷告我们就要来经历。而这样的信心不是三心二意，不是看人情，不是看人喜欢，就好像这一群犹太人的长老，然后当耶稣进入圣殿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挑战他说，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谁给你这权呢？谁给你这个权利推翻这个外面的买卖？谁给你这个权利神迹奇事医治释放？谁给你这个权利讲话好像有智慧的牧人一般？耶稣回答他们说，我先问你们一句话，如果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是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就他问的这个问题，他说约翰施洗的权是从哪里来的？在讲施洗约翰他有什么权柄可以为人施洗？是从上帝来还是从人来的呢？其实透过一个问题，当我们回答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定位，就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在乎什么，知道自己的标准从何而来。于是他们在那里竟然彼此争执了起来，说我们回答从上帝来也不对，我们回答从人来更是不对，因为这一群相信施洗约翰的人会起来反对我们。所以他们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其实就在这里看得出来。耶稣就对他们说，那么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因为他们最后回答竟然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真的不知道吗？还是因为我们不愿意相信，所以我们不知道？也因为这样，我们更是得不到什么？得不到经历天国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一层一层的带领我们再看到，接下来讲到2个儿子，一个说了之后不去做，一个没有说，但是一个说要，但是他没有去做，一个说他不要，但他去做了。耶稣就问，那到底哪一个是真的有相信的，是真的有跟随的？我想答案是很清楚的。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真的是一个挑战。当耶稣他靠近耶路撒冷，他靠近这个信仰的核心，他靠近这个真正人的信念系统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一起在被挑战。我们在被挑战什么呢？我们在被挑战，我们是否真的相信
耶稣所要带下来的天国是真的？我们是否活在天国的法则里面？即使我们身体虽然好像现在活在的是这个世上，然而我们却有一个盼望，我们同时也活在天国的这个整个国度的里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是一个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彰显他无限的爱和恩典的国度，是一个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要恢复我们与上帝的公义和好的国度，是一个挑战我们的生命，不是以这个世界价值观来定义，而是以天国价值观来定义的国度。然而听见上帝话语之后，我不知道今天的这段经文对你来说最有影响力或是最扎心的是哪一段经文？然而听见之后，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我是只有听吗？我是只有想吗？还是我愿意转向，也就是悔改，甚至我愿意开始行动？一开始我们讲到的这个毕达哥拉斯，他一开始就说地球是圆的，在当时来说真的是笑话，甚至觉得你可能是被什么鬼神附身才讲出这么荒谬的言论。然而历史带领我们在未来来看现在的时候，大家都会说毕达哥拉斯是对的。那我们呢？在未来那永恒的国度眼光里面来看现在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未来我们会不会是对的。然而我们知道谁在未来，就是我们的神在未来，耶稣基督在未来，他带领我们从现在就要活出天国永恒的眼光，天国永恒的意象跟看见。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愿意用你那宝贵的生命来换我们这有限的生命，为的是要我们得着永恒的生命，为的是要我们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在地上就活出那已经正在实现的天国。主，帮助我们，我们虽不完全，却经历你完全的爱，经历你话语塑造我们完全。愿我们与你同行同工，使我们的生命活出你的心意。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我们明天见。